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24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風台紅蝦已經發布海上警報，因暗到明仔載離台灣上近，花蓮萬里溪放山湖的看雨量調整警戒等級。摩洛哥駐日大使館昨雄雄宣布停止受理觀光簽證的申請，台灣人若是要去，可能會受影響。美國貿易代表處引用301條款，甲全世界60個貿易夥伴扣關稅。台灣佇咧名單內，稅率是10%。風台紅蝦昨時已經形成啊，氣象署發布海上風台警報。目前紅蝦是當咧往西北西行駛，暴風圈啊繼續咧變大變強，因暗到明仔載是離咱台灣上近。趕緊來聽氣象署最新的說明。大家午安。第12號颱風紅霞目前的位置在鵝鑾鼻南東方的海面上哦，它的位置也非常接近了呂宋島北方的近海。我們從整體的衛星圖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環流結構特徵明顯哦，它的強度已經比稍早來的增強許多，所以它的中心風速來到每秒23公尺，它的暴風半徑也略擴大至100公里。我們預估它未來持續向西北西方向移動，包含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台灣海峽南部以及台灣海峽北部這些地方的航行作業船隻都還是要嚴加戒備。我們透過它未來的路徑圖可以看到，在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這段過程，它將直接通過台灣南方的近海，一直在明天白天之後持續向西北移動，預估在明天下半天之後會進到中國的廣東、廣西沿岸這一帶。颱風在持續向西北移動的過程當中，它的強度還是在持續增強，因此在台灣附近的風以及在台灣附近的浪都還是要特別注意到的部分。透過雷達回波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颱風附近所帶來的比較強的對流雲系開始逐漸通過蘭嶼跟恆春半島、台東這一帶，因此在稍早的時候，我們針對恆春半島跟台東地區發布了大雨特報，可能都有一些短延時強降雨，甚至伴隨強風。因此，我們今天已經針對蘭嶼地區發布了2次的鄉鎮沿海大雷雨及訊息，提醒這些地區的朋友，可能都有一些強風對我們地區所帶來的影響哦。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白天的時候，整體在下半天以後，東半部地區，尤其在南花蓮到台東恆春半島這一帶，下雨情況會是比較明顯的。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花東、恆春半島依舊要注意，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出現的幾率。除了我們一直在提醒的花東、恆春半島有大雨豪雨的幾率之外，明天包含南部地區也會有局部大雨出現的機會。此外，因為颱風移動速度相對比過去來是比較偏快，整體環境稍微有點改變。在明天的時候，下午以後可能包含中部以北地區，午後雷陣雨開始也比較明顯。原本的高溫預估在中部以北有比較明顯的沉降作用，不過看起來在北部相對來說比較有一些沉降的高溫出現的幾率。風台紅蝦是當咧瓦近，花蓮台東恆春半島這雨會上介高。花蓮的萬里溪放山湖目前射出來水量正穩定，林保署會繼續看雨量來調整，若是超過200毫米，就有可能發布黃色甚至是紅色的警戒。透過萬里溪放山湖空氣的影片監測，放山湖一路口小塊強落去侵蝕，不過目前傳出來甲流入去是差不多，呈現穩定一路的狀態。應用紅蝦風台海上警報發布，台灣災害應變中心再次開會，特別模擬放山湖風災評估策略。可能是今天入夜一直到明天清晨以後，這樣的雨量會最大。我們會看那個降雨量是不是在那個集水區的部分累積雨量預估如果是在200以上，我們才有可能考慮發紅黃。氣象署指出，輕度風台紅蝦佇鵝鑾鼻東南邊的海面繼續向西北西行，過去3點鐘小可變強，暴風圈擴大。晚上拜五經過巴士海峽，拜六掃過台灣西南邊的海口，是風台相對上接近台灣的時間。因為外圍環流的影響，拜五開始，東部、東南部地區，也有恆春半島都會開始落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時候，颱風相對是最接近我們的時候，包含花東、恆春半島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但是如果這颱風移動速度相對比較偏快，帶來南風比較明顯，如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區的午後雷陣雨的範圍可能會相對比現在預估的稍微的廣一點。氣象專家指出，這個紅蝦風台要予國際號名進前，氣象署就發布警報，這是較特別的所在。過去包含2016年10月的愛麗風台，還有2020年8月的米克拉風台，都是要予號名就先發布警報。颱風的名稱的這個命名啊，主要是我們
們西北太平洋區域的中心啊，那就是日本氣象廳啊，熱帶性低壓已經達到颱風的這個強度啊，同時呢也非常靠近台灣了通常在這兩個情形之下啊，氣象署它就會先發布颱風的一個生成。專家也提醒，預報資料顯示，接近換日線附近可能閣有熱帶系統的發展，有機會變做風颱。初步評估對台灣較無影響。不過7月到10月是西北太平洋風颱出現的大季，所以落來要是要繼續關注相關的信息。記者綜合報道。陽明交通大學43歲姓林的教授，頂禮拜二夜到闖入新德市三明路一間音樂教室，開始48回當門。這姓林的嫌犯今仔日早起10點對病院介護出院，隨後移送新德地檢署偵辦。檢方問訊了後，是已經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本土偵辦林姓被告違反家庭暴力治喪案件，被告今日經檢察官訊問後，認其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家庭暴力殺人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認其涉犯重罪，有逃亡及構算證人之虞，依法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在畫面當中，咱會當看到牽涉他人姓林的嫌犯坐輪椅，戴安全帽掛喙罨，佇咧警方的介護之下出院，隨即予警方移送新德地檢署。檢察官複訊了後，是甲法院申請羈押禁見，目前等咧等待法院召開羈押令。總統賴清德今仔日是去高雄左營主持飛彈巡邏艦單江軍艦的成軍典禮，見證國艦國政的政策。總統賴清德致辭的時陣是表示講，12隻多艦級的軍艦今年底進前會陸續成軍，守護咱的海峽。今日丹江軍艦為高效能後續艦第2批次首艦。親身看海軍的官兵，總統賴清德到高雄左營主持多江級飛彈巡邏艦單江軍艦的成軍典禮，見證國艦國造的政策順利推動。若是賴總統嘛預告，12隻多江級的軍艦會在今年年底進前陸續來成軍。丹江艦正式成軍，有3項重要的意義。第1項意義是國艦國造的目標達成，代表海軍堅定守護海疆、保護國家的決心，也正足以證明台灣的國家安全政策是以實力發揮嚇阻的效力，來達到和平的目標。多江級軍艦是咱國部隊前戰力重要的一環，有驅逐防空，也閣有反艦的火力，會使執行機動的打擊，也閣有普適地帶應對的任務。若賴總統嘛，閣借這個機會，閣一個發聲條約，應該支持國防部提出的2100億無人載區特別條例，發展無人機產業，發揮戰力，何嘗又不是如此？因此，我們希望立法院都能夠支持國防部所提出來的特別預算，務必主辦機關是國防部，預算也應該用特別預算，才有辦法長年期穩定來推動建軍備戰的國防建設。賴總統強調，台灣發展國防自主，就要用實力達到和平。嘛期盼海陸空軍會使團結一心，徛佇第一線，捍衛民主，守護國家安全。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甲北非國家摩洛哥是無正式的外交關係。若是台灣人想要去旅遊，多數是透過摩洛哥駐日本的大使館來申請入境的簽證批。不過，摩洛哥的駐日本大使館總算是向宣布講停止受理申請。外交部當咧了解狀況，若是有安排要去摩洛哥佚佗的民眾，就愛評估看賣。向西旅遊的官網公告摩洛哥觀光入境簽證函暫時受理的公告。公告顯示，摩洛哥駐日大使館按23開始停止受理簽證的申請，因為個人暫時未當去摩洛哥旅遊，嘛引起討論。目前可以確認的是，摩洛哥駐日本大使館領事組已經通知相關旅行業者，表示摩洛哥主管機關自2026年7月20日起暫停核發所謂的 VCL， 也就是實務上使用的簽證許可信。要去到摩洛哥旅遊，就要辦簽證核准函。
就要透過當地旅行社，也是透過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代辦，摕到才會當登機，也是入境。啊，那業者講辦理摩洛哥的簽證本來就真無穩定。他們國家的簽證對觀光客的這種簽證，它本來就不穩定啊。我們聽到是不意外的。我們做摩洛哥團這條線最痛苦就是簽證不穩定，就常常會有很多因素，然後就停止。因為最近這幾年來，台灣不時去予非洲國家打壓。親像大總統原定要來訪問友邦斯瓦蒂尼，卻去予3個國家取消專機飛航的許可。困壓拒絕替台灣護照的人參加困壓官方的會議，也閣刻別用在 WTO 部長會議期間矮化台灣代表隊的名稱。啊，這個事件，閣一個引起外交打壓的討論。他們其實本來可能在亞洲啊或其他國家的駐外單位比較少，台灣的旅客在辦困難度就的確是比較高。有的時候其實是當地政府的自己本身政治內部結構的改變。外交部已經透過相關駐外管處向摩方了解這個做法的相關情況，目前尚未獲得回復。向西旅遊回應，按即馬開始暫停受理銷售摩洛哥相關簽證甲行程。啊，若針對受影響的旅客，會專業來退定金。呂天霞回應，即馬影響的團體有2團，差不多30人，會密切掌握上新的動態。啊，因為即馬離出團的日期也閣有一段時間，會閣繼續追蹤官方的發展。啊，若是外交部就建議各人規劃去到摩洛哥，就要定金評估。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咱的食用有出問題，行政院是當咧推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修法，民間團體就呼籲立法院愛甲制度保護膠層，地方甲中央之間是愛有資訊甲查報的管道，違法愛加重處分，而且上較重要的是確保被害者討賠償的權利。全國第2大食用油廠中聯油脂別出問題，又影響真大，職工嘛有上開刀抗議的活動。行政院嘛咧推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修法，這個民間團體出面呼籲立法院愛趕緊修法，甲制度保護膠層。有律師指出，行政院修法版本有2條上要緊，就是予檢驗單位有通報中央的機制，突破含廠商之間的保密條款，避免風告。第2就是設立中央的指揮中心，統一處理。保密協議是食品廠商和檢驗機關兩邊拘束義務而已。那其實不應該是說第3方可以再介入這樣，但是因為憲法保障我們每個人的人民健康安全，所以新法就規定檢驗機關應該要把檢驗的結果在24小時之內上傳到電子的系統，這樣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揮中心由中央統一來處理。這樣，當一旦發生事情的時候，地方政府就不能夠再推諉。民間團體也認為，查驗的第一線一定攏在地方政府，所以和中央之間也愛有資訊聯通，甲建立聯合查報的機制，嘛愛壓關違法成本，加重違法者的刑責甲罰金，建立假扣押機制，確保守法的利益大過違法利益，嘛要保障被害者的求償權益。查驗的第一線一定是在地方縣。一定在地方的縣市政府嘛，好，所以地方跟中央應該要有聯合的查報的一個資訊的聯通的稽核，好，然後才能夠讓我們的食品安全不慢半拍。我建議每一天你就加重，每一天加重，那一直加重，最好能夠等比級數的增加，讓它不敢掩蓋，趕快下架。那這個部分，我相信這個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中聯油脂的案件目前檢調已經介入調查，民團認為，若是行政官員有失職監察伊嘛，應當負起責任來救故救症。民團呼籲朝野政黨共同支持食安法的修法，用制度解決來回應人民的期待。記者盧尚書、曾春佑台北報道。問題油甲大家母甲這食物件攏會煩惱。動物專家顏宗海是表示講，雖然問題油攏已經落價啊，這陣主管機關上界重要的是找出為怎樣會出現致癌的苯偏比的原因，大家才有法度放心。安心，國人安心。一同見證。國內動物專家、營養也個醫療專業團體24早起舉行聯合記者會，因為最近唔但中聯有機的大豆沙拉油去用驗到致癌物苯苯比，就連有機的苦地油即馬嘛調稱驗到苯苯比超標，所以引起民眾驚嚇。啊，若即馬希望透過正確的風險認知，也個科學檢驗的數據，甲民眾對本土食品供應鏈的信任，甲找到轉來。企業醫藥燒到現在，醫界認為有責任站出來跟大家反映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讓國人安心。動物專家表示，苯苯比在日常環境當中常常接觸到，
比如講汽機車的廢氣、工廠排煙、食薰，或者是高溫的烘肉，也是長時間前的物件。若關鍵就是愛減少長時間接觸的量，也個頻率。雖然即馬問題油品攏已經全面預防性落架，毋過建議主管機關應該針對所有食油品來擴大檢驗，找出本便秘出現的真正原因。到底是原料出了問題，還是製造過程過高溫，還是說環境的污染有可能會？所以這方面就要靠我們政府來去查廠。營養師是建議民眾唔通干那用高一支品牌油品，而且慢慢用舊油，愛改變煮食的方式，才會當降低食安風險。一般我們在烹調的時候，如果開始有白煙出現，可能表示說這個油脂本身它其實是開始有一些裂解，所以基本上呢，溫度我們要控在比較不會發煙的這樣子的一個溫度。另外，即馬網絡頂懸咧傳講，合家油若是加熱，就會產生毒性，這款無科學根據的傳言。與會專家就佇現場親身食用合家油品料理出來肉品，也叫菜色，用實際行動提升民眾對食品安全的信心，嘛呼籲民眾會當食一寡抗氧化的菜色甲水果，會使提升細胞能量代謝，幫助排毒。記者綜合報道。最近另外一件食安問題是新竹的炊粉驗出甲醛，業者已經停業回收有問題的產品。不過個有關是引起民眾驚嚇，有議員是提這家長提供的資料，講有問題的炊粉已經出現佇咧學校的中晝堂，這學生囡仔是已經食到啊。不過教育處是表示講，確認學校無用到有問題翕批。新竹爆發炊粉驗出甲醛，有議員收到家長陳情，講全新的市攏總34間學校，用午餐有用到出問題廠商食材，其中也有一間國小頂學期就結果失敗。家長們他們非常擔心，於是他們決定自救，開始查詢每一個學校的這個營養午餐的這一個名單，結果查了才發現，最近這幾個月來，甚至到5月份。都還有用到民好企業所提供的這一個米粉。針對這個新的市教育處回應，調查使用記錄，各人學校用到的炊粉都不是出問題的質批，害家長放心。那經我們逐一去比對，供貨的廠商、我們的產品名稱及驗收記錄，我們確認我們新竹市的營養午餐都沒有使用到衛生局公告有問題批次的一個產品，這個請家長們放心。另外，網絡有民眾質疑傳出問題炊粉本來保存期限是2年，所有廠商改做3年。衛生局表示，知影了有去調查，發現是無同款的產品。網絡上部分產品保存期限2年，資訊可能為舊版標示或不同規格產品，因此公告所列有效期限均依產品外包裝標示登載，與保存期限一致，並無不符情形。為什麼炊粉內底驗出甲醛？來源目前還唔知，業者已經暫時停業，也愛回收有問題的產品。因為新的市府是強調會用上嚴格的標準，維護校園內食品安全，依法處理。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近20個退休的警察甲消防員，今仔日佇咧樹林的高頂行政法院頭前抗議，要求政府就要趕緊依法編預算，甲退休警消的所得替代率提懸到80%，減發的這退休金也要補甲潮。那衛視表示講，相關的修法已經三讀通過，政府無應該用釋憲繼續拖累。不過行政院是強調講，這修法有可能違憲，若是法院認定合憲，就需調整補法。大聲喊口號，愛大政府重視退休警消的權益。幾10位退休的警消人員，離時佇樹林高頂行政法院門口口，愛中央趕緊編預算，依法發放退休警消法定的退休金，也閣甲差額補付到。警察人事條例第35條已經立法院3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這個是有效的法律，行政機關應該執行。所得替代率講的是退休了後每一檔會當支配的收入，甲工作期間平均收入之間的比例講起來，退休進前平均月收入是8萬塊，若退休了後每一個月平均會當用的收入是6.4萬塊，所得替代率就是80%。立法院佇2025年3讀通過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案，將退休警消的所得替代率調懸到80%。不過行政院認為有違憲的記錄已經聲稱失憲，所以暫停編列相關的撥補預算，嘛讓退休警消真不滿。最近政府確實已經出來說會考慮這一塊，看要怎麼樣的處理。那這個就是大家願意好好的談的開始。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好事。今天他們不是要
壓迫政府，而是政府你依法行政，這個是政府的基本。大聲呼籲，請賴政府要信守承諾，遵守法律，依法行政。退休金消總會23已經送證，5宗現講，即馬專署部已經將退休金消退休所得替代率甲金額攏已經試算出來啊，佮加上進前3讀早就已經通過，要求中央莫閣用，抑閣咧釋憲當中做理由，拒絕編列相關預算。行政院進前閣一概重申，若是憲法法庭認為修正案無違憲，行政院會馬上調整，即時甲保護照。記者綜合報道。中東又閣戰起來，汽油、柴油起價帶動通貨膨脹，台股也去拖累着。今仔日盤中是大落9000點。大經因是認為講這物件逐項咧起，美國9月有可能會閣升利息。也若是咱台灣目前 AI 需求正旺，所以講大經院閣甲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提懸到10.38%。中東戰爭的局勢閣再變緊張，影響市場。日時台股開盤44769點，盤中盤到43677點，盤超過1000點。亞股同款壓力真大，日經指數盤中上加是64334點，盤超過2000點。韓國綜合國際指數同款凄慘，盤中上加到6708點。另外，國際油價搶懸，各國又閣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像日本、東南亞、印度，他們很多的備用油都快要用光了，因為油價的因素讓大家覺得恐慌，所以我們接下來關心通膨，首要還是中東，但其次，我們從今年6月開始，我們要注意超級聖嬰。學者注意市場的變數，也提醒包含 AI 硬體需求增加、科技戰、反全球化秩序生產的成本搶懸，攏進一步會讓通貨膨脹變嚴重。伊也認為美國聯準會佇9月份有可能會升利息來調節。不過，大經院日時公布上新的景氣預測，指出 AI 高效能運算、佮雲端應用需求也是真旺，加上就業市場穩定，薪水佮現金股票利潤增加，佮有國內賣車市場衝轉來等等的因素，按算2016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由4月份預測的7.56%調整到10.38%。台灣過去出口到美國，在這個之前，就川普還沒有第2任之前，其實讓我們出口到美國的關稅。事實上，平均來講，比其他國家來得高，特別在傳產那個部分。另外，針對美國特別上路的301條款關稅，按算對台灣扣10%的稅率，或者是分析相對有利。又若針對301條款當中，半導體產品敢有生產上濟調查，美國是按算7月底公布，影響有關愛繼續觀察。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是去互最高法院裁定違法。落尾閣設個10%臨時關稅，今仔日也到期啊！美國的貿易代表處就隨個引用301條款，甲全世界60個貿易夥伴要扣10%至12.5%的新關稅。咱台灣也佇咧名單內，稅率10%。美國總統川普閣要發動新一波的關稅咯，因為進前扣的10%臨時關稅佇咧24到期，所以美國閣公布上新的，這是引用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款，指控全球差不多60個貿易盤無法度有效禁止強迫勞動的產品進口，所以發動新一輪的關稅。So part of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by maintaining a baseline tariff as well as a potential threat for higher tariffs is to maintain the leverage and the incentive for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the agreements that they have struck. 這回新的關稅將要美國進口的產品全部攏包括在內，若美國將貿易盤分做2類，包括台灣、歐盟、英國也有加拿大等等，只已經有建立強迫勞動的相關規定的國家，會使適用10%的稅率。若其他無代表的經濟體相關會去用扣到12%。另外咧，燃料也是食品等等部分的產業是無包括在內。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面對美國一直咧出招，加拿大總理卡尼閣一概講，伊會無少大家保護本國嘅產業，無排除會有報復式嘅關稅。若是專家分析，甲進前迄一道嘅關稅比起來，即個華府引用301條款，即法律嘅基礎佫較在，互總統唔來當單方面來調整稅率，甚至是無限期來實施。公司新聞4派選編譯。後面的執委會要甲 Google 罰8.9億的歐元，好大票是327億5千萬。理由是這 Google 違反數位市場法，
因為這超吹出來的物件是較偏心，先推薦因家己的服務，而且佫有去限制 Apple 的開發商引導消費者找較俗的產品。這Google當然是無法度接受，而且後面動發美國的企業，真有可能會引起這美國總統川普無力報復。不管佇網絡找機票，也是預訂飯店，差不多所有歐洲民眾攏靠 Google 的搜尋引擎。不過後面執委會認定 ，Google 利用因市場主導地位，故意佇搜尋結果內底將家己的服務排佇上頭前，同時佇應用程式商店內底限制開發商引導消費者找找其他更較俗的平台，這違反所謂市場法的行為，互後面決定動發8.9億歐元，差不多大票317.5億。Google is displaying its own services, think of Google Shopping, hotels, and transport, more prominently. A very concrete example, if you're looking for a flight and you look for that on Google Search, the first offer you will get is Google Search. 這是 Google 第一擺互後面所謂市場法處罰，也是這個法實施以來金額上懸的一擺。面對天價財法 ，Google 高層強烈批評認為後面的處罰是為少數投訴者的私利，降低產品，毋但會不斷歐洲民眾假期的及時搜尋功能，佫會破壞平台安全機制。不過後面反擊強調是這個扮演小萌人的各式科技大公司，嚟阻擋歐洲企業公平競爭加創新的機會。And you have gatekeepers who are blocking European companies to compete and innovate fairly. So what we're asking Google with these fines is to get into compliance with the DMA and to offer a level playing field, at least in the European Union. 除了法制後面，佫要求Google愛佇60天內改善違規行為。不過，這幾年後面一直加強對美國科技大公司的監管力頭。這一擺，佫對美國企業動發，向前引起政治風波，進一步加深美國總統川普的不滿。川普過去都把批評後面的所謂法規，佫就算美國科技公司受到處罰，也採取報復性行動，這和後面的貿易甲外交關係，佫打一場烏影。公司新聞陳慧珍報道。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落大雨做大水，發生嚴重的水崩山。上無是已經有滾了10人死亡，也閣有數百人，也閣有900人下落不明。放眼看去，規條街路變做大海，民眾駛鐵牛仔牽淨洗了水過坐救難隊的樹靈船。印度東北部連續落大雨，造成阿薩姆邦、查謨、克什米爾等地區嚴重咧做大水。因為附近的雨量太濟，溪水是規漲起來，引起報刊，包括人家厝甲在地廟寺攏叫淹掉，造成嚴重的傷亡甲災情。असम में बाढ़ परिस्थिति काफी गंभीर है। अभी तक 40 लोगों का देहांत हुआ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आकलन का अनुसार अभी भी 70 से 80 लोग लापता है। 阿富汗東北部努里斯坦省同款咧做大水，動員機構無用咧清土埋，閣有4個崩倒的厝殼，因為當地臭樹林臭甲收超過，土麥食水量下降，比那一個落大雨就引起大範圍做大水，當地10幾間旅社受到損害，900位居民到達下落不明。دا چې 13 ورځ په دغه پارون ښار باندې دغه یو سیلاب راغی او دغه سیلاب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9 پورې هوټلونه او همداسې شانه نور ډېر زیات زیان یې اړولی چې تاسې خپله ګورئ. د دغې زیان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100 زیات هیوادوال چې دي هغه تلف شوي دي. 巴基斯坦西北部也變作是重災區，救援人員閣出動吊車，才會當甲浸佇水底車輛救出來。專家指出，阿富汗甲巴基斯坦鄰國雖然對全世界碳排放影響真細，但如今卻變作是氣候變遷之下上界脆弱的受害者。面對愈來愈常發生的大水、酷旱、天災地變，要安怎加強防災韌性，得到國際援助，已經成做是南亞國家重要議題。公司新聞鄭偉仁、曾建功編譯。大水看山，換來看野火。法國因為搶關溫，火燒山是愈燒愈快。今年到今已經燒掉1.7個台北市的面積，目前超過2萬人趕緊脫離。法國火燒山大火衝到10米懸，消防出動700人前往拍火，水靈車陸續加入支援，希望會當趕緊控制火勢。不過因為連續烤燒已經搶高溫，這個空氣甲食物都已經變甲真焦澀，即馬閣咧透大風，這對救災是相當不利。Très clairement, l'état de sécheresse du massif est pire qu'en 2022. Donc les conditions d'explosion des feux, on est dans des conditions plus difficiles.
吉倫特省濱海城市樂波日火燒山災情上界嚴重，大片的青仔橋大火燒掉，等於已經燒掉超過120座大安新民公園這麼寬。初步研判，這場大火是因為一台割草機意外所引起的。目前警方也正在調查。當地政府是趕緊撤離當地居民甲遊客超過2萬人。Les vents à partir de 23h, donc effectivement là ça soufflait de partout, il y avait de la braise qui montait, enfin dans les terrains c'était proche, vraiment très proche des maisons. Et oui, on a eu très peur, oui, très peur. 法國內政部統計，法國今年已經有12500件火燒山，燒掉4.4萬公頃寬，差不多是1.7個台北市這個大小。今年5月以來，法國已經連續遭受到3波旱季效應，極端高溫超過40度。真久攏無落雨，花草樹木、土馬攏變甲真大掃。變做是那引起火燒山的一桶一桶火藥桶，野火也已經拖出去傳統的地界。巴黎近郊出名的楓丹白露樹林，進前又燒起來。法國英國攏真可惜，因的軍事化快速拍火戰略，即馬面對跨區域當時爆發的新野火，已經無材料去應付。另外，還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火燒山，目前也是繼續咧燒。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轉來看咱國內高鐵確定要通到宜蘭，即陣台鐵的產業工會是表示講，北宜高鐵通車了後，會去影響到台鐵東部幹線收入，這虧損應該由政府來補。然而是專家是建議講，台鐵甲高鐵對規個國家的發展攏真有幫助，雙方應該是愛思考要安怎合作。高鐵通到宜蘭岸正式核定，路線全長60.6公里，預計愛投入3521.75億，按算第2037年通車。卻引起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不滿，認為北宜高鐵將會衝擊台鐵東部幹線的營運甲票務的收入，損失將會達到580億。假設今天公司的虧損，它要進行這個開源節流，那就會影響到現場的人力。就要求政府說，那我既然配合你的政策了，那我應該要在相對應的部分，政府應該要來認列，否則的話，受到影響的是全台灣的人民。高鐵的營運呢，我們如何去跟它做銜接？營運模式整個都要先做一個研究之後，才有辦法去評估。台鐵產業工會呼籲行政院甲交通部必須愛公開表態承諾，未來伫北宜高鐵起好了後，台鐵伫配合相關的政策之下，所了的錢政府攏愛全數認列甲補助。對外界質疑，為什麼政府放棄北宜地鐵，採用北宜高鐵的方案？交通部回應，北宜地鐵受限現有台鐵軌道容量的限制，加上南港段長的時間可能會產生干擾，所以改用北宜高鐵。專家認為，台鐵應該和高鐵聯手合作，才會當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的政策。它重要的這個意義，是從國土發展的計劃為未來環島高鐵做準備。這個投資就整體國土開發的角度來看，是非常值得。專家認為，台灣會當參考日本的公共運輸路網，若有降低碳排的效應，嘛會當建立公共運輸路網。除了解決國道5號塞車的痛苦，嘛會當提高台北甲宜蘭往來運輸的利便。記者綜合報道。嘉義市府對7月開始做排水工程，加強國華街的地下排水，按算明年3月完工。不過時間封路，所以也去影響到交通。這行路的民眾甲騎奧多擺客做伙是真危險。市府是講，這時間造成無利便真實的。不過也請這民眾都愛配合交通指揮。河南甲國華街外民族路的這段圍起來，敢若剩兩邊分別一條路，而且圍路真矮，可能敢若會當一個人還是一隻機車才通通過。雖然嘉義市府呼籲會當設起外圍的車道，不過機車攏感覺真無方便。路太小條，然後旁邊的東西太多了，希望他們工程快一點做好。這條路唔但有機車在走，也有行人。現場有人員實施車道的管制，不過有關有一寡機車唔聽指揮，致使人甲機車愛燒錢車道，引發安全的疑慮。灰熊燙到是還好，有一弄點。勸導他，有時候他還是強行會過。原來國華街7月份開始分3階段進行排水的改善工程，時間路段大約230公尺長。7月份到8月份第一階段是施工民族路到延平街這段。地處本來就是單向道的國華街變足矮的，唔但人甲車真歹通行，也影響到店頭做生意。前面做了1個禮拜，感覺生意實在掉太多了，就沒有辦法正常的那個營運都沒有辦法營運。它要50公分的一個這個通道，
所以呢，東側只有2公尺左右，所以我們就是以限制性的一個方向，機車限制性方向可以行駛，但是沒有辦法會車，所以只能機車單向的行駛，行人、腳踏車。排水的工程按算到明年3月才完工。嘉義市府針對施工期間造成的不方便會釋例，不過也呼籲大家遵照現場的指引甲指揮，讓交通更較順，也更較安全。記者綜合報道。台風濟運工程局是甲南崁路2段的路面扣起來停空，1.2公里到10大踩這三角筍。有騎機車的民眾是講，這袂輸是咧參加蔣介石。在路咧騎車，常常愛閃塑膠筍，互技術無奈講，親像一場道路障礙賽。這是在桃園市綠德區南崁路2段真濟路段出現真濟空多頓平分野。周邊因為工程咧進行，短1.2公里，到10個所在攏為塑膠筍，有的居民都感覺這是施工無法度。啊，不過有居民感覺騎車實在真危險。施工有啊有。你說那個放那個三角錐啊？是有了。歧視說像障礙賽，你怎麼講？就是啊，對啊，考駕照，辦的話，施工就是這樣啊。這邊昨天一早就有施工隊來挖，然後三角錐擺着，大概中午的時候填那個混凝土。啊，你說機車真的也是比較危險啊。這工就表示，目前南崁路2段這份的橋樑工程攏經完工，為方便過路人通過，佮打造無障礙環境，積極協調台電公司將原本佔用人行道的幹線弄刷到中安全島。目前台電會進行幹線刷移工程。改善期間從7月23號上午至傍晚，那改善過程當中，為了避免改善的範圍遭車輛壓損，在改善範圍上面有增設三角錐警示燈以及布設相關漸變措施。這工局表示，等台電刷鋼線工程完成，道路陸續進行鋪塗佮鋪設，全長差不多3.5公里。啊，不過進前發現地基兩條愛做路基改善，目前做10個所在，未來還有10個所在愛做。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前鎮分局的警察23咧巡邏時，是發現利用這車牌辨識系統，發現這頭前的歐多拜車牌都已經註銷啊，所以有關佇咧路頂遐，就甲這騎機車這查甫人查落來問話，發現講伊毋但是無駕照，閣食酒騎車。這套新的 M-Police 的車牌辨識系統是7月才開始用，無論是查拉車也是車牌註銷的，攏查會出來。互警方查落來，查甫人姓強，原地警方是電腦掃到伊奧多拜車牌已經註銷，才甲查落來。無想到愈查愈大條，查甫人毋但車有問題，閣食酒騎車，而且閣無駕照，警方也當場扣車，依法開罰單。全案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使用註銷牌照、第21條無照駕駛以及第35條酒後駕車，告發合計可處新台幣162000元罰款。你這台車註銷的，那個我們車邊一掃就那個了。原警方的車牌辨識系統就是這台手部型的電腦，只要摕咧對車牌掃過，是毋是有問題，電腦攏會隨知。這是警政署7月才拄全國同齊啟用的 M-Police 即時車牌辨識系統。前鎮分局已經客機查到2台問題車，閣掠到通緝犯。分局表示，因為這系統攏敢若設佇路口的監視器，即賣會當早咧走，大大提升辦案的效率。透過阮的 M-Police 這台小電腦，佇路邊來做影像的分辨針對車輛，伊也是失竊的車輛、權利車輛，也是講車牌伊本身有問題註銷的車輛，伊就會使隨掃掉。原經電腦排列巡邏車騎到定點，就甲電腦提起來掃看賣。若是有過樣，電腦就會隨跳通知出來，各項資料清清楚楚，甚至連下邊車攏掃會出來。警方講，以往都愛用手一個一個去拍車牌號碼來查，即擺系統整合，對因辦案查案來講，真正是省時佫省力。記者柯家族柯兆陽高雄場報道。刑事局去抓到這幫派的跨國詐騙案，發現計共21個嫌犯。這個細項的主嫌是佇咧幹部坐開詐騙機房，用靈骨塔假投資等等的手段來詐騙，上無是有70個人受害，詐騙的金額超過1億。
特勤隊員手提電鋸，將車庫的門撬開，邊仔閣有其他的隊員也穿咧警備，賣互厝內嫌犯有反擊甲逃走的機會。刑事局今年初偵辦以姓向的主嫌做頭的詐騙集團，前往台北市中山區，這個主嫌住的所在去抓人，逮捕到主嫌甲其他的成員。號召詐團成員在柬埔寨設立詐騙機房，其詐騙手法不斷翻新，前期以生前契約、靈骨塔買賣投資為詐騙為主，後續為提高獲利，轉型為假投資詐騙手法。刑事局調查，姓向的主嫌有幫派背景，伊甲同一個幫派成員找來，做伙組一個詐騙集團。佇柬埔寨設立詐騙機房了後，先佇個網絡社群平台鋪大量的廣告，鎖定有投資意願的民眾，再個聲音點去理解投資網站，由機房的成員扮演投資顧問，也是客服人員，以為說誘拐被害人匯錢，也是購買虛擬貨幣。經長期搜證後，自115年1月20日起，共發動5波搜索拘提勤務，陸續逮捕向賢等21人到案。警方前後逮捕21名嫌犯，另外查扣2公斤的黃金甲1支金橫絲啊，現金80多萬等犯罪的證物。警方清查過來被害民眾至少70人，防詐騙的金額超過1億，已經將專案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另外，針對柬埔寨的詐騙機房嘛，已經進行調查。記者綜合報道。屏東私立綠興高中雲林私立大成商工，因為這財務的危機，去互列入專案輔導學校，可能要退場。即陣這兩間學校是盡全力甲資金補到照，唔免退場啊。即陣這學生啊愈來愈少，因也會當化解退場的危機，是真難得的個案。雲林私立大成商工113學年度，因為財務狀況惡化，影響校務正常發展。113年10月2日，去予教育部公告嚟做是專案輔導學校。經過要2冬的打拼，總算甲資金補付到。23教育部召開退場審議的會議，大成商工自專輔學校甲免讀，解除退場危機。現在解除專輔了，那我相信可以讓學生家長非常的安心跟放心。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要整頓整個校務，包括我們之前學生人數最多，記憶成績最好的時候，我們所辦的各項競賽，我們一一的要把以前的光耀把它拿回來。抑個屏東縣的私立綠興高中，同款佇113年有財務狀況惡化的情形。113年12月初5，去予教育部公告嚟做是專輔學校。經過董事會繼續捐錢予學校，即屆同款免讀嚟做是專輔學校。針對這件代誌，全國私校工會表示樂觀其成。這樣的一個解除專輔，對這兩所的私校會有很大的幫助。也有很正面的意義，那對地方的教育也會做出很好的一個這個貢獻哦，也是一個良性的發展，所以工會是樂觀其成啊。大成商工表示，目前全校的學生255人，若教職人員是39人，希望解除專輔了後，短期內招生人數會使以450人為目標。若目前全國私校工會就講，佇咧少子化的衝擊之下，難得會當有成功解除專輔的案例。若是教職人員的薪水會當恢復到一定的水準，未來對着學校正向的發展一定會較好。記者綜合報道。超高齡社會退化造成的疾病、失靈也有癌症挑戰愈來愈大。國合會就注目新世代的細胞治療技術，已經是有幾多項在做臨床試驗。生技中心今仔日嘛，閣甲廠商簽約，進一步推動技術發展。對稱糖尿病卡，老大人辛苦的慢性空喙，若超過6禮拜無法度好，這個風險增加真濟，真少高齡社會長照體系擔當負擔。台大醫學院團隊就再生醫學力量，解決困境，帶來真教授用遺體及紅幹細胞用在慢性空喙。動物實驗的一個結果，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特殊的培養盤上，能做出這個非常一致的一個細胞球的一個脂肪幹細胞3維培養模式，來順利促進動物上的一個慢性傷口模式的一個癒合。
其血液風乾細胞技術已經進入臨床前試驗階段。團隊林頌仁教授將自體黑色素用在白斑症，佇臨床試驗申請階段。王啟忠教授將遺體角膜內皮細胞用來治療角膜內皮細胞失常，已經得到衛福部核准人體臨床試驗。這攏是國科會自2012年開始推動，超過齡社會精準再生醫學可行計劃成果之一。再生醫療今天走到這個地方哦，法規大概障礙也慢慢的解決了，那上臨床大概也是大家共識了。今天不會有人說做這個計劃的目的是為了發表 paper 吧？應該不是吧？這個計劃的目的就是要 push 這個研發的這些成果呢，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進到臨床。再生醫療豆豆有成果，暗過到臨床，過到產業化，也有真濟愛做。新年一期的計劃結束，暗過這篇計劃升級中心，隨廠商甲團隊簽約，希望加速台灣再生醫療自主技術鏈。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台南的水果，大家可能會想象到山影，不過其實台南的大內是全國種穀內啊上界大的山區，面積已經有9000公頃。這穀內啊是真營養，甲牛奶也真好啉。台南油來啊名聲四福山影，農會表示，真濟人看到油來啊，唔知安怎景，要推廣愛升價。大內產量差不多佔全國1/4，目前都是大出，比前一年豐台災情大減產，今年繼續較熱。去年以進啊，產地阮的產地價格大概在50到60。進底灣的產地價格大概在30到35，大家來盡量來買，互咱的價格賣擱落來啊。農會希望推廣油來啊鹽甲國產的鮮奶合體，製作營養飲品。這個才實施的限制，產品愛標示鮮奶，愛提到包含產銷努力台灣優良農產品 CS 等標章。林業協會強調，甲進口產品有區隔，才能保護好本土的農產品。那新鮮本來就是有價的，我們不希望說90天跟13天的混在一起都叫做鮮奶。針對外界質疑台灣鮮奶介紹世界上貴，林業協會強調，干那酪農生產這邊來看，甲美國同款佇通路介紹比例，攏是佔33%到35%，無比國外介紹較懸。記者綜合報道。南投的東部假日是真濟人會去浸風水，也有真濟這農民是甲家己種的農產品放佇咧頂仔骹，也是路邊互遊客買。真濟搭攏是互民眾家己買、家己落錢。即陣當地已經有20-30間這款無頭家咧顧的良心搭。這農民是講，咱台灣人真善良，因顛倒是較驚高山仔來淘汰。南投東部溫泉一省二鄉的玉山腳，假日有真濟遊客來這浸溫泉。平常時觀光客較少，農民嘛愛無閒種植。在地農民也總有家己種的農產品想要賣，就會擺置頂仔骹，也是路邊。大約10幾年前，陸陸續續有農民會安尼做，邊仔放錢筒啊，互遊客逐一落錢，逐一買。現主是大約有20-30個當地人咧經營這款的良心商店。沒有人顧。那你100塊準備好啊？本地人一般本都很善良的人，然後也很信任別人吶。那要去田裡呀。如果在這裡顧一整天就沒人買，那不是浪費時間？有什麼菜我們就也會放什麼菜啊。這裡最怕的是猴子啊，猴子會來拿。那香蕉它也吃啊，李子也吃啊，高麗菜也拿。所以你就放這個他不拿的。在地人嘛笑講，因唔驚有人買物件無錢，只驚高山仔來淘汰。因為台灣人的水準真懸，足少有人無納錢。這款特殊的景象會當經營10多年，所以這嘛互人叫做良心村，已經成做地方的特色，嘛會當互外國的觀光客感受到台灣人的善良。客人也都是蠻有信用的，就是這樣投錢。既然要這樣子的做，你就不要怕人家吃，怕人家拿。我們的東埔溫泉除了景色非常優美之外，溫泉也非常的棒。這個良心商店也是我們東埔地區非常有特色的景象之一，非常適合我們國際遊客來到我們東埔溫泉區來旅遊、踏青、放鬆。在地觀光業者嘛建議，後擺來東埔旅行，除了來這浸溫泉以外，嘛當找這款良心的商店。
買一寡在地農產品，因為這100塊落落去，唔領是交關，嘛是台灣的互相信任。記者安修南投報道。高齡化唔那咱台灣，日本的老大人比例佫較懸，家己一個人大，艱苦都無人知。不過，佇咧東京舊社區是有一個賣豆腐的頭家娘，23年來攏是堅持有車沿路賣豆腐。除了是買賣，伊也去觀察講，倒一個老大人真久無看到，這3內攏無收敢有問題，誠做是老大人上界溫暖的朋友。寒個花子分果吹，豆豆仔佇巷仔內底，曬伊粉紅色的蛋，聽到熟悉的聲音，附近的居民攏出來甲伊買豆腐，並且親像朋友共款講幾句話，實在真有人情味。一人暮らしのお年寄りが毎週待って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40多歲的花主，23年前開始曬伊的蛋，今日去街頭巷尾賣豆腐。伊個性真秘書，毋過會微微啊笑，互人感覺真親切。真歹想象，較早的伊佇工課場定定失敗，讀冊時也是紅霸凌的對象。伊感覺甲時代交流較有安全感，這也是互伊開始行這道的原因。酒屋さんで働いてもお金の計算が苦手でレジ打ちを何度も間違えて店長さんが自分のポケットマネーからお金を入れてくれたりガソリンスタンドで働けばキャップをつけるの忘れてみたいなのが全部クビになっちゃってでも夜間の引き売りはマイペースでいられるでゆっくり歩いてゆっくり景色見て。花主毋那賣豆腐，伊閣會關心獨居的時代。伊定定會說透過有路的現象，親像無人整理的被毯，也是一直拋佇外口的衫，因為安尼來發現時代健康可能發生變化。毋過佇現代的大型公寓，煞真歹因為這個現象，就發現有問題。毎週会ってたのに電話しても繋がらない時にどこに連絡して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もやもやして。絶対おかしいどうしたんだろうでもどこに連絡していいか分かんないって時に何ヶ月も経った時におばあちゃんは一人で亡くなっててひどい狀態だったとか。即馬智慧型的手機啊，甲外送平台愈來愈普遍，傳統的人際交流已經漸漸互任務取代。對花主來講，這份工課互伊自我認同甲價值，伊說講是伊人生當中重要的珍寶。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天氣報你知，做伙來看覓。北部地區31度到36度，中部地區31度到35度，南部地區30度到36度。東部地區30度到34度，外島地區28度到32度。做伙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您收看今天這個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